第二个事体啊，抽破机关。真都有百门家家也大门难打得了，想让儿子平于身躯，而且你这样做，只要为之报恩。对这个两个准备夫妻非要当成平于身躯，打不起的。来了是高头的，两准备夫妻要准备在经济村两啥的进去吧啊！困得上了自家山上口这个是假的，我老了就到外头。真都有什我从今有改的回来，我个准备队按理来当我待3个月，改的出事体，第二个事体抽把我一切负责，其他事情来当心。临时打出改个辰光，单中按理说不可以上天拜托来。万一将来是回来不走批文走，我儿子一定帮夫家上杀。到这个辰光，拿随便上不一个心。我要各奔交上，父子间再遇一面，老老阔阔的回到屋里向，某一某发过改，哪个真人刚不老高小，听不老娘娘作业，病刀霜出毛病来这个种，姥姥呢闭门不出，但是另外一丝希望，希望还有啥事回来能够早点走来。谁要等到将来批文出了，那各奔交上，我知我再归着，回转身来再归着此地固然，这又要争。开封府马上备一道粉丝啊，因为是回来是虽然收罪学宫里向，备我虽然名字抽他，那么可以粉丝到镇里向批文出杀。这个一道，现在讲起来是公事的水族程序啊。花木要紧怕茶壶粉丝送到收罪学宫里面，何老师这方一看没眼疼，这个学生子并不欢喜啊。哪会得杀人呢？但是夫人为力没办法，后知眼里虽然落让我洗回来3个字抽脱，不回问何老师回到房里啊，低声应切。学宫里向有一个门队，上街上门队呢，他就是现在讲起来学堂里向的员工。看见来是哭得自家弄不懂，一个文书刚从自家送进来，拿起来一口没眼脱，怪不得老师也哭。洗回来的学生子当中顶顶欢喜一个，哎呦，反之后批文当中也上。我一洗回来，好像是我老朋友谁都这个女婿哇。粉丝现在刚从大街打来，看上去你不会晓得。还是让我去送个信，对。眼睛马上台上包包好嘛，打出给大学工，是马上于师傅来。啊哈！叫区区本姓于啊，名字叫区区，从小唔少做，学里当门对。虽然是为来功名一笔勾，我打谁都叫本是老朋友，还是要送信到门里，到门里。奔得这么就快，一个霹雳十奔到该到马龙岗的于师傅，立定身体，你得了，你这个娘啊，差铁他，我骨头那个河啊汤汤的。差铁他撩来烧到地浪上3这个神头与人家一样的，那还是俺个热饭，收取也半年分落余罪。刮了那个老太阳收得几笔发子烫得那喊你，烫得那3几台帮我去5百几分钟帮他说个水还吃。热得那还有2句话还形容，热得了叫挥霍神余，哈气神远。热得到民港的阿妈拎着个水茶壶去拍水，等到回转来一口没吃色茶壶没得了，说哪话去噻？来在样样脱个在，现在当当当出皮的么难分而已。稍微平平气收子，哥哥们哪有人了还里向还有8个把人出来看啊！来了门外给你等他让困下一个人，啥人们叫媳妇？都加个心腹，听见外头有人啊喊么妖精打出来，
少娘。哦哟，多少？对不起，是我吧？啥的？来问个信，问个信。门信不到地高去嘛，门得一打公姑娘们少个路的。哦哟，多少啊？我就是门打给打，还是给打嘛？就是于师傅。是个。哦，是个，搿么顶孩子，对不到同来到里向去通兵上是我呀，来帮帮队呀。是，帮帮队。来帮队少年。帮队谁多着呀？啥呢？什么呢？谁多着？你谁多着？来这个。啥人不叫老他要老相公谁不行？来看清得谁多着什么东西？哦哟，想不得来帮一的不得了噻，来相公了来他哟。搿么都说呢，听来里向通兵上是我来么的背起了背起。哦，哎，你东家是口吃声，做心有种穷帮语。搿么这个？来新啥介绍做啥生意，打你老相公啥个称呼，今朝来做啥？说得清爽，里向通报啊。假使老相公几个人来进去，不几个来12点8就上来报。那么真个享福了，嘎子都得结婚了还，哈，搿么多少来听话子啊？我姓没姓余，结没结局，最后讲里向当门对，等到老相公的老朋友进去了，嘿，慢慢讲，你别，一里吃样得要么这个。呀，那个姓了名行业得谁瓜为了云家这个？那哪了？哦，要搞不清楚。搞不清楚嘛，我等你再讲一遍。不，没这样许多辰光。啊，来。姓余了，哎，姓余，哎，打灯了啦！啊，我马上进红包。好，行。那就是来望镇里乡来，那么里乡大厅了啦，许多者刚才做好了。现在个许多者比上半部书里向大两样。大王是为官是员，搬到于师傅里头有理决杀个啥，还有点迷信并不。因为是为了做浪向才是做大官，自家这不把么？在皇帝一般面孔超高，所以金银一棒装了后头有理想手不吱声。许多者一决杀上，那是两样在，还是当地的神经外头发达出去，这嘛不多着。那也是这个，也是当地的两个有面子的人才要清理。那么勉强去多出两当着，要么不多到这头零，其实么讲无绝。所以说许多者好两样么事，一双眼睛特别明闪，也看到别人不理得了。为一张纸人不写闲话唔多说。那门底下是官忙讨口气，那么投机说好，所以多到这，把人家认为你灵的，大家家里谁不谁？那么许多者那样子的人，真有51岁。上方面孔眉清目秀呀，三纶清晰，说尽说海清，水里向紫薯青呀，光阴是来的线索，10月亮金马加比，老娘娘，哎呀，来相公。这个啥人？许马步许娘娘，许娘娘今年40岁，哦哟，一点点看不出。吃个是鱼，扎个是水，走一个大人家，心里向来得靠我，啥个了来得个嫩，细细巴巴皮肤，再加上妹啊，进来发福在，那还么长是长得嘞，我婆对你我婆么，你我婆对还是个你我婆，叫三一里出个你我婆。受了邓开宇浪子叫踏步一开宇个许马步，许马步搞过3个男人侪死脱在，二大谁都在第4啊对着，啥个那把人家家里失婚的，那么个阿四头呢，你来得个欢喜。哎呀，来相公啊！搿两人个体质对你讲。是呀，问题嘛，不落雨地里向瓜子插个只碗。今朝是6月初1，也是应该要日子。叫6月份呀，5过不节。搿么不落雨嘛，唔啥么子嘛，农民也饿杀在。位置上是呀。来相公啊，你想得最的。那那一天呀，天一只像个病人，句不下个灾民，因公了记得讲。哦哟，老娘娘你说得好。妈啦，晓得我啥地呀这样做？
啥体也是俺家。我不供你老娘娘吧？喏。我是知己，本个靠出身。千万个是我妈的种的人，我不生拉路高举。地手靠了上古心，是开两体为身。一日像是个青衣服，风雨风雨的风光人，受老百姓不你在乎内头问，甚至爱我有飞灯，我哪能给世上万文都是神？我的半年不落雨，花女花是不吃真家伙啊！是呀，我自个还是苦出身啊！哎呀，是俺做的好的，吃一只像个病例，好几死。我本是出身力不深，叫略表区区一片心。一只香个比你家红就是哦。哎呀，你是天嘛？为也是海外事了。我们早的落雨么是真的。但真的。老娘娘，这两日夜夜困不着。哎呀，啥个事体了困不着家？我妻子一个人吧。啊，妻子啥人家？这位女方一去放消息。莫非他甚至薛家进都门，你周之家之呀？大概是忘记我家乡这个中山人。哎呀，你说不出个来，女婿的无辜你们有良心。但是忙得来不空小心呀！哦，对牛这个，啊是个，我对牛，早日功名垂，一阵龙归之后门一女儿。早日结人情，我得你不至于卡落天人。哎呀呀，是呀，女婿的姑娘走之过走来是。来相公啊，那是你做来讨要走。你是他夫人在，做他夫人是农村梦头里还有小尴尬。我是只在于真叫这个一日嘛，谁靠的老娘娘的福气呀？说得好，再看你自家，你是帮夫人好。哎呦，哈，对。
那就好得了咯。阿福，有事体并不来亲的呀，哇啷一声，像让他给这样抽筋呢，不能好得一条的。我说得清楚啊。我晓得老相公现在打宋前两样在，年纪大在好不记在，叫谁得无声杀戮，讽刺阿代哭。啥不是？我到阿代哭啊？干嘛是嘞？阿代哭会帮得起的啦。对记的，得不出这样啊？这啥？我得来个人呀。来个人？哎，妈妈们就来个人啥？那要来忙忙来了，跟你帮帮队呀。哦哟，啥讲日天日事情？你去外地上是我们老相公发哪里？不去阿达，我去外地的。好。阿福没对口啊。哎呀，老相公，老娘娘，昨天你哪一外地把人发起去？哎呀，受了一打听那向边上当手上头大鹅吃香。还要出去外靠敷衍18几的嘛，我实在吃不起呀。那么日天日什么少开口为妙啊？有句老个话吧，叫开口不见四两肉啊。啥个意思呀？日天日是少开口。假使东江张飞进城开一声口，平均要少脱4两肉得了。哎。我就要来相公啊，官府之德那么对在。什么是对在？那你后头有里向呀还一只老用机，轻轻的用金包的嘞。那么今朝早晨的呀，咣当嘛，戒指娘个10几声，弄起一口啊，不是啥子一根鸡毛带走着呀。哎呀，不说落他这个破个。你自家是个样。老娘娘，你老等我啊！我是批发这样说。批发这样说。照你意思要几个？是呀，计划把你一本正经勾搭给打上俺那个天，外头发起嘛，哎呀，做你对，当真我失礼了，不知道。阿福啊，来，老娘娘是要几个？不过要问问清爽。来个人姓啥？我在门街。叫啥？门街。做啥生意？门关。打我啥会议？都在门关。来做啥？门啊。对，应该这个。姓啥？哎呀，忘记了。呀，门街，结果没才忘记他。我来上过不能怪我眼睛进来并没一个做什么，忘记他。你到手里做什么？他们来打我想想。你别猜。哦，想到这。老相公。来个朋友姓于。姓于呀？哎呀，日天日生我最好来个人姓殷，那么殷良水水。姓于。姓于。叫啥名字啊？叫不对啊？于不对呀。哎呀，生啥子啊？名字叫不对呀，是了。做啥生意噶？做么这个盒子里当垒队？咦，哪有个做生意家？哪晓得你？盒子里面可以小吃小菜，拿去当垒队。要么我盒子这样一个。但我老相公啥个会议来介绍？老相公的老朋友来垒。说什么来垒？俺不说说明白这老板就在那垒。要么那啥里又怕盒子里？哎呀，你搞错他多，啥个盒子里当垒？要么河里当门队？河里当门。对。门队河宫里我是一个老朋友，那么不是姓于了，于不对，叫于巨追。这个一表不错，来三公来手里3个死人了。什么了？不，死人。会知的，得不出现。哎呀，这确实老于，老娘娘要体改。你到里下去陪大姑娘刚刚是我马上就进。那么我进去咋？没好。阿福，开着门是我老相公出的啊。你什么老相公出的人？谁知在正等枪不出来，我与再到里向天狼分兵手下。哎呀，弟兄！哎呀，老相公！当然上牛问题。是呀，上牛不进。哎呀，来进来气势好是好的啦。阿福啊，送茶。晓得，有客人来，吃茶啊。谢。弟兄啊，请坐。那个说是碧螺春。洞庭东山刚巧采下来的新茶。碧螺生青。我是一袋买的。那个诗是后秋山的奇诗，我府里用手一揉装干。来，好。弟兄啊，哎呀，记得个辰光讲呢，马龙江鱼通江油里吃柑橘的牛舌，那么聚在里向，我聚在外头高灯了，2抽桶老酒拿得来。
你不吃这些菜是咯啊？你身边一亩2个农地，我老相公身边一亩只盖1个农地，买3个农地5相对5个垃圾。这据说一打不打要半年冬灾。老相公啊，你个记性能个好。哦，要不记得不记得？哎弟兄啊，你现在成就了学宫里当差，对个对好个。清高得节，上有文科技。老有之人啊，今朝打来时时吃脱一杯。哦，不客气，不客本气。当我啊，高酒不吃天热，你来么打来再时时。哎呀呀，太热别了。客气，别客气，来啊！来三官，关照厨房里把嘴。晓得。来啊！哎小菜一式要2本。提什么？来啊！哎冬菜基本8毛牛胎。啊来啊哎！鱼白花脱鱼用芫荽花。晓得。来啊哦！最是把老五花厅了。啊来啊！哎纱窗当当开风亮点。晓得来啊！要人带你人潮人快当我小小读。啊来啊！该读个西瓜多了精力，西吃西瓜，慢吃粥。啊来啊！还有啦。没了。来呀，不过来了，五包也来了，搿么去啥？没好。弟兄啊，今朝打来最嘛开房酒。哦，今朝请弟兄吃鸡毛蛋粥。好。老相公，随便说我就听见过鸡毛蛋粥，我倒分吃些。我就不该吹虎里，我自家精的。鸡骨花搭毛蛋花精的就叫鸡毛蛋粥。我也不想，吃了让活血个呀！哎呀，别客气。想不到要来吃粥粥，3月份吃但是每年。老相公，哎呀，这个呀，普费来着哇！弟兄啊，我要今朝来特地赶得来，还有啥关顾啊？哦，一来嘛，上月份看见来了朋友，来忙那个。这勾当，来有的一来半月来过。对。不这个儿来，那一来还不来过。是个。听讲那个儿来。后来嘛。这啥？个节子。哦，许多这到底是老讲。一看个人什么别识的，来家动的，所以吞透这个关系。一转你那别开口，大家老朋友吃酒归吃酒，吃开酒来把我送出来，张望给你12银子随之里一塞，这些都哭出乌拉了，对我人难看。弟兄啊，你放心。啊，你这个二别刚才我已经预什么啊？我晓得。你晓得啥？晓得小事体，来，不要把了心上，小事体。咦，小事体别报了心浪的是。哎呀，你俺说错了还叫？这样唔说，假使你晓得该桩事体，今朝会吃到了嘴个啦。不，在笼子半夜里分晓得，搿是对我同事体个，让我直接讲不里听吧。等待我讲还么里向最数拿出来，再吃会来得及了。对。老相公。弟兄。我有那个女婿都不可能，这是回来哇。对。现在阿拉夫郎家。到5楼去。去做啥？你个工商安乐王5百儿子，那么海里去升级设家。哦，妻子还有消息走来。哦哟，说到现在到心不要。不行。老相公啊。那。到女婿都不可能啊，不为于心做个的。啊，不为于心。对。弟兄啊，哪道理啊？嘿，你倒晓得噶？是哦。那么弟兄，你二说的讲，哪不为于心做嘞？哎，加上呢，老相公啊。那本事。去功名在后在，是非只为家在起，但是此事别雄黄的能来，当然地步的不要去。找出来，首先是本人死罪而已结。
将来披人主。虽然帮夫家上头头雨，但想那四归送大飞后喜，我与你们老友之定，岂不把心对过我亲自送信上门来。石岗东多女婿的五个人批文之水呀，啥子？来三官，你听见是哪位谁儿多了讲？哎，巨兄啊，不足心改啊！你方才讲个后来，我闲话不是已经本来着嘛？放心，小事体也是我有什么来海呀？等到切开最难，我把我送出来，谁知利益失头。你要用不着管，追我女婿犯后批人就要杀。那么我听第一节，那么来吹上来，我耍个衙门里有办法。那么狮子大开口，要激活，巨兄啊，你也晓得我是都在耍个出身啊！我是有里画里有个当中是我对么画个理想是关系。你来我面上翻门开都你要背杀得给。这个语句就听我这两声说我气昏，我还有来百姓帮我来靠出光的。老相公，你不相信我说话啊？那么没好，那么老相公，你马上跟我到后宫里向来去看，文书一个，你到女婿的五个人的水头砰，这个是我闲话一讲，内心的文书还是高的。巨兄当真是啊，公主当真呀，女婿得真。哎呀，死快子！不，我吓死得了，李子我哪是该告诉我头名最是分错几场白子人命了，李子我。俺不一个月子你们会讲得清爽，非当真我努力口杀头叫，少非出几只斗鸡哎！那么是都找心机来，长征有苗不惜出王八。